基隆塔，台北基隆塔今日嚟咗。咁今日呢團友係啦嚟呢度，呢個係麗都蝶客花園平台嚟嘅啫。咁平時如果你喺香港搭郵輪過嚟呢，你就會見到係啦，就會嚟呢一個基隆港。原來喺呢度呢，就落船嚟台北玩。好啦，呢個基隆塔。一陣間再落去防風洞。基隆塔隔離有3個塔，係啦，有啲廟喺度。好啦，喺呢度再望多次基隆港，有啲廟宇，有啲風景。基隆塔就喺呢度。